恭祝王博士生日快樂，康復生意，蒸蒸日上。又放亮，人人陶醉熱情路上，最同一想。大家咁多位晚上好。各位嘅嘉賓、學者、朋友們，首先呢，我喺呢度咧祝賀我哋黃軒偉博士生日快樂。咁我呢個細路咧，我真係好錫佢。點解咧？值得我佩服，不但只係生意上個人奮鬥上，而最近咧，佢本來只不過係一個好普通嘅中意愛好唱歌嘅人啫，但係而家咧，佢經過幾辛苦嘅努力咧，而家可以講到係已經達到專業水平嘅一個歌唱。咁以下咧，就喺呢度咧，係佢港區省級政協委員會嘅聯誼會咧，特別今日咧俾一封咧係祝賀佢生日嘅信咧，喺呢度咧係俾讀俾大家啊。咁佢話咧生日快樂，黃軒偉委員。喺你生日到嚟之際嘅話咧，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咧向你致以至誠嘅問候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呢度都唔得嘅公子啊，同黃博士嘅公子 Samuel 啦。咁今晚主角都係始終都係佢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就介紹佢同仔仔咧認識佢，盡量去日本生活。而家 Samuel 準備從新加坡再去日本生活。聽講你會介紹女朋友我仔喎，係咪？介紹女朋友給我兒子，對不對？日本妹，不錯啊。OK， 我們在這裡呢，只有今天跟大家空口供鞠躬90度鞠躬，作為感謝大家一直在36年對我們產品的支持，對我們的事業的支持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どうも。
獻給你，我無缺愛中。生日 Happy Birthday to 黄博士！你我哪怕荊棘鋪滿得路，在我解開心中的孤單，是誰明白？